团体创作是必须要跟就是团员们之间有沟通，然后我觉得也要有一些怎么讲，算是坚持上的这个协调，有点像谈恋爱。那自己的话就比较自由，想写什么想要唱什么都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，就是比如说需要先讨论的这个部分这样。那我自己比较喜欢，当然是比较喜欢独立一点这样，对，就是比较可以随心所欲一点，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创作模式，要看，比如说我有时候那个会用电脑先做编曲，然后再慢慢的把我的这个唱的东西加进去，很自然的把它唱进去。那有时候我会直接在这个钢琴上面先设计几个和弦，然后再去把那个心里的那个灵感直接从歌词套进去，因为算是我自己的这个很熟悉的语言啊，跟家人都是讲台语，对，然后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说，会不会被定型？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会比较不习惯整个都是台语的话，这样。不过后来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还是就是要真，然后我觉得台语其实很美，因为以前我小时候还不太理解这个自己的文化背景，所以那时候可能会有些误会，很多时候它反而更浪漫。比如说我听一些老歌，那他的那个词会写得很美很诗意。这个妈妈老呢，那个时候我有做了一个 demo，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导演，然后他就去报了这个南面的歌，然后我们就上了，就去高雄拍，最后专辑出来了。其实原本没有打算要收录这首歌，那反而最后在专辑里面的这个编曲是最原本的。那在南面的歌里面，那个是反而是后来改编的一个比较电一点的，对，所以最近我们就在想说，我们把之前的那些画面，然后再去就地重游，整个再拍一次，然后把它两个搭起来，那就很符合这个慢慢流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感觉，这样。